微醺国际董事长王少奇出身知名团产企业家庭，学习路程为台南一中读到成功大学，后来阁攻读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以及北京大学，取得2个硕士学位，会当讲是真正的高富帅。自细汉就介意学习伊，对着艺术、美食以及音乐嘛有着同款热爱。为了究竟艺术甲民众之间的距离，微醺南纺旗舰店这次特别邀请到艺术大师刘青松的创作来设定。餐饮是餐厅基本的价值，可是我们想要缔造的是台南比较少，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多元的餐饮价值，也就是多元微醺的概念。所以第二个元素就是艺术。那我们艺术是把我们餐厅的下午茶结合我们的艺术来做一个呈现，也就是今天这个第一次展的效果。那其实也很感谢这一次我们跟鱿鱼公司一起策划这个展，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下午有一个放松的空间，播着放松的音乐，还演章可以看到很有冲击性或者是很有共鸣的一些艺术作品。微醺南纺旗舰店不只是品尝美食的所在，而且每礼拜定期也有音乐表演，让来者民众体验到一场舌尖上的艺术享宴。我们餐饮就是吃的艺术，我们画作就是看的艺术，我们音乐就是听的艺术，所以是想要创造一个有视觉、听觉、味觉都齐聚的一个餐饮体验，这是我们微醺想要做的事情。对，那晚上音乐怎么结合？其实晚上我们每周1、2、4、5、6在南纺店，每周3、5日在雅果店，我们都有音乐之夜，就是现场会有音乐老师演奏。刘青松大师是台湾一位艺术涵养真悬，而且具有爱心的画家。前台湾工艺中心主任，也是这场展览的7.0徐建修博士，欢迎大家来这看展。刘青松伫咱国内是算国宝级的这个画家。咱这个咱的展览呢，除了有刘青松老师伊的珍品伊的佳品来以外，因为伊的级数足悬伊已经90几岁啊，所以伊的作品介绍无俗啦。阮当时伫这个展览，阮有做一个微喷，都是毋是复制画，比复制画更加了啥，做到更多细腻的有授权、有版权的这个微喷画。介绍较俗若会当互咱的市民朋友对艺术有兴趣的，会当将好的艺术家的作品带转出来。国宝艺术大师刘青松画展，目前当伫咧微醺南纺旗舰店展出当中，展期到7月29为止。喜爱美食、音乐、艺术的朋友，千万唔通错过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